聊点八卦啊，最近挺火的一部电视剧《红高粱》开始热播了。影星周迅在这部剧里头有一些激情的戏份，一块来先睹为快。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由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，加上郑晓龙执导，周迅、朱亚文主演。该剧未播先红。昨日在媒体开片会上，仅仅是片头就让媒体惊呼过瘾。朱亚文摔花轿的镜头配上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的音乐，又把大家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尤其是多处激情戏，绝对让观众血脉喷张。各种扑倒镜头加上导演跳跃的剪辑手法，在片中根本看不清楚谁扑倒谁，着实过瘾。有媒体评价，周迅在高粱地里的激情戏绝对不输给前作中的巩俐。原著作者莫言称，看过片完后很激动，经过岁月的沉淀，今天的人们已有新的视角。我在高架上，身边全是粉丝，我让他们